相信啊，你若是去用拖吊，你唔好介意共款哦。即个民众看到车去用吊走，竟然去甲封条啊、掠掉啊，家己又爬去车顶，伫内底假困。不过规个过程拢有画面，所以去用掌着，所以不但是违规停车，即摆佫妨害公务，罪加一等。 正口轿车因为违规停车，互警方取缔拖吊。拖吊车到拖吊场的路里，拄着红灯就停落来。伫咧后壁的车主雄雄行过来，甲驾驶座的门拍开，就上车。来看另外一个角度，车主动手甲车门的封条掠掉，搁袖骨落下，坐落来就上车，掠准拢无人知。不过拖吊车的行车记录器、搁路口的监视器，拢甲代志的经过清楚翕落来。 伫咧昨早起9点外，苗栗警方伫咧苗栗市站前路取缔违规停车，一只进口轿车前后门的门旁拢互打封条，车链嘛已经架起来脱离现场。车主破坏封条，坐伫驾驶座，一路来到拖吊场。后面同行车辆民众禁止撕毁封条，开启该被拖吊车辆。 跳上驾驶座，车主甲警方辩讲，伊只是伫咧车顶困，人伫咧车顶开违停的罚单就好，想要闪避法律责任。不过警方调出画面，互伊无话通讲。有关民众撕毁封条部分，依刑法第139条妨碍公务罪侦办。警方强调，车辆违规的部分原来依法处理，若车主破坏封条甚至上车喊过的行为，明显是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拢总移送法办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